无伊个头路像灯塔树安尼游讲，毋过啥按故事。13、14歲，喊佢捧無上。 特地忙，阿爸鋪墊背，可能要風。將個海風，老酸的送一縷歌。19以上，當一看酸。 流中流退，日落日出，那酸的我在人吹，永是在人转。一生流，夜来阿爸答案不给风景。 就像是流笔，枪枪是流笔，错笔轻易太轻易，自己笔给。我可以天光里，还冲着在阳分给海上。 时间，俩多久变成以后讲，老都冇带海，阿蒙蒙嘅呀，人工痛苦嘅时间，俩多久变成以后讲。 无带孤单，阿蒙蒙的黑是梦。灯塔行唔得，灯塔树咩行唔得。当日天雾以后，暗下来嘅海，将岛锁咗一口井，一撮无当过嘅甘肉。大家看下吼，刚下亚述国嘅草岛，韩国阿群妹啱啱要到这个歌曲嘅要到小姐，系唔系冻江？ 是不是很美，很有意境？韩国阿 Q 妹今日就要来带大家来开箱哦，看下树红，要不看起来很神秘，但是里面却非常多的故事。你看，穷人盲生哪个歌词本这么厚的专辑，对不对？给了欢迎你今日的来宾，欢迎米莎。 阿 Q 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米莎 ，Hello。董佛希今日也有唱到才女哈，阿 Q 妹董永henn都在访问到才女。不知道刚好技术啊，做到亚述歌曲筹到我哋2015年的时间，有去前年嘿有去马祖，对不对？刚刚讲到豆，我一开始就是联想到会不会是就是在讲马祖那边的故事，都係同大家分享一下，亚筹到黑马嘅时间，来写的嘛。
前年10月的时间，就秋天的时间，我去到马祖的东莒岛。马祖有4个乡5个岛嘛，那我去东莒那边驻村，半个多月。嗰陣時啲馬祖也有下過嘅，不過唔係掠樹，掠樹係掠拜做那種新的轉型嘅時節這樣下嘅歌曲，算是回來之後才發酵的。回來之後才想到高雄市的東莒那邊看到會懂的東西。但是我想說，因為燈塔其實。我覺得這裡面的燈塔感覺很懂古稀耶，它並不是像我們想象中的港口都是很熱鬧，或者是它是一個非常觀光的景點，因為現在很多地方燈塔都是成為懂鬧耶本引觀光的素材。不過要到素材，東莒這個地方的這一座燈塔，讓我感覺它並不是這麼的歡樂，它有一點淡淡的憂傷的感覺。因為啊，了到種燈塔了3年啊，這個守燈塔的燈塔主任其實佢就係一個懂古稀嘅事，因為你看暗夜嘅團舞嘅嘛，大家就做冇卡歇困嘅啊、休息嘅啊，但係了到種燈塔嘅人，佢總唔得睡嘛。行佢看得到嘅範圍啊，就差不多16海里嘛，燈塔就照亮16海里，那就差不多30公里。嗰卡去全部就會。俯首抵擋，應該就看不到，全部都會害，全部都俯首抵擋。就是說，我就我想象啦，了到種燈塔，了到燈塔手，他整個夜晚其實就會開風披衣，給自己一個人這樣子，就是好像那個只有自己跟自己的影子，嗰時候佢會有懂得然後自己共發嘅一種自己的對話的，對自己跟自己對話的這一種時間，所以他在回想他13、14歲的時候，19、20歲的時間，25、26歲的時間，是不是把他當時他可能經過的人生的故事，就透過這一首歌的感覺，讓大家知道燈塔手這個工作，就基本上按燕個梯房啊，又是一個離島嘛，所以那個以前燈塔手的這個工作是爸爸傳給兒子，兒子傳給孫子。因為夢也會去，但係練下長嘅啦。現在會有一些那一種喜歡安靜的人。現在那邊的燈塔主任其中一位就是台灣人。哦，就是真的是很特別的人才會想要去那邊守燈塔。故說就13、14歲，20歲25、26歲就懂得跟在地的人有關的，然後聽着海浪啊那一種。但係家下阿權我有講到。是不是孤單，有一點悲傷這樣子？但係我出到行嘅古稀吧，唔係講懂採購案的，不是可憐的那一種，它是有點百無聊賴的，唐人嘅海浪那種一波一波那種拍打的聲音這樣子，然後就有點像陷入回憶這樣子。但是我覺得這樣米莎，你到東莒的這一段時間呢，應該有懂得新的體驗，對不對？像這個看到當地的一些事情是一種，然後我聽說你還去體驗了軍中情人。都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會給到駐村計劃，我有下工，過去這片我下過誒，因為那種我本來的工作嘛，過去會做新的創作，然後也會在當地做一場音樂的發表，然後跟在地的居民做一些連結這樣子。那我們在物色場地的時候呢，就找到了一個廢墟。它基本上是一個禮堂，它叫做中正堂，一聽就知道軍方的禮堂。但是它現在它已經很久沒有使用了，就是一個東涌你社福地度嘅那種禮堂，很簡單的那一種，簡單啊，上面還有紅色的布幕，還有偉人的像，還有國旗在上面這樣。然後我們就跟軍方說能不能借我們使用，然後他們還特地就是派弟兄去打掃，然後。後來好，我們就定了時間，我要離開台灣的前2天，這樣子晚上，離開那個東莒的前2天，然後晚上我們就在那邊辦了音樂會。哇！然後呢，那個當地的居民很少啊，因為現在留在那邊的居民真的人很少，然後反而就是來了不知道1個連嗎2個連的弟兄來聽這樣子，然後那個感覺真的很奇妙。因為結束了之後呢，帶你給入洪州省的一個台記和老外講。哦，我好懷念！我以前跟我老公就是來這邊約會。他說以前這邊會有那種勞軍的演唱啊，放電影。所以是一個好特別的經驗。對，好
好有趣哦！我觉得这个对米莎来讲是很大的这个音乐，丰富你音乐的这些能量，对不对？鼓手要种转型，给很多百叶裳，百叶笙。再同他来讲一下，这个百叶笙是什么意思吗？做那种转型开始嘅想法係講，因為多年的時間啦。之前係有2種轉型嘛，下下度就講離開屋企下面要有希望啊，然後關懷就是土地啊或者家鄉之類的歌曲或環境，但係就漸漸的就出到講，其實唔係講了到世界只有講，有講就會有樣嘅，嗰時候了種個第三種轉型百葉裳就係。做那个阴影那一面，阴影那一面，对，五阿妹手才鼓手整张专辑，包括这个整个封面都是五手手，有没有？五手手，而且它里面的设计有懂神奇的概念哦。都得等下再跟同大家来分享。鼓手阿 Q 们，今日就要来开箱，在开箱之前呢，先进一段广告，等下正了再跟同大家来分享。好，歡迎大家又到富起來嘅節目，我係做一群阿群妹，今日富起來愛同來大家來收見米莎嘅新專輯《on the 百葉裳》。剛剛有講到吼，大家做的平常時都會看到當多講嘅素材。講嘅時間明亮的，全部都是明亮的東西。唔過有賞是五阿妹素材，也是我們可以多多關懷、多多去想象的，對不對？可能很多人會想要逃避要的五阿妹事情。唔過今日我們就要來面對它，對不對？這個百葉裳，它其實把整個晚上的故事都說出來了。其實開始有兩隻觀音嘅時間啦，我是想要做一張像潮間帶的專輯，本來這個專輯應該要叫退潮。退潮，怎麼跟我就是聽完跟看完的感覺不太一樣？但是保密，其實概念是一樣的嘛，就係ending啊，上司像了下我來上節目，像我上司老朋友見面，我第一舞台面當紅表演嘅時間，就係一種面對眾人的時候，我其實有懂得放愛講唔出來，有懂得嘅感情愛做唔得表出來，可能需要稍微假裝一下。也許夜闌人靜的時候，這些東西它就可以出來。嗰時候半夢嘅時節啊，半夜嘅時節，其實係一張東後一個很好的空間，它是另外一個空間，讓你取得一些平衡。你平常時就會一客氣啊，就是要很有被學校老師教得很好啊，但係同時我們應該都會壓抑一些東西，這是一定的。半夜嘅時節，這些東西它就可以出來。所以就是可能米莎做夢裡面夢到很瘋狂的事情，就把它寫進去，有種這樣的概念。有。對，所以其實五安不死 tale 同這個潮間帶底下的這些生物，感覺他們是可以結合成同一個世界，他們都是平常不被看到的，很神秘的，對，很神秘的，所以就跟這張專輯一樣，它叫做百葉裳。那裡面呢，我剛剛說了，底下老鬼安不會事情全部就供出來。為什麼會這樣講？因為他的歌啊，底部有分哦，什麼上夜70、上夜80、上夜90、上夜10，一直到對，到哈呀5點鐘，就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編排誒，怎麼解會有按你時間的編排？其實開始嘅時間係因為講，有當陣時歌曲寫好咧，但係特殊歌曲就太有個性咧。東南排順序，嗰時候就想講，先來分3組，就會講松呀、半呀、哈呀，然後再來仔細的排他們的曲序。不過我知道這個編排非常的完整，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因為阿 Q 妹堂退以後，我覺得上半夜就是很熱鬧，非常的歡騰，連整個唱腔都會覺得，你看有那種很多就是爵士的那種唱腔都會出現，但是下半夜就突然就變得好舒服哦，可以睡覺了，嘿，就是按哪一感覺，所以我說編排得很完整呢，對不對？
暗夜规则嘅暗夜，可能松班牙还有这种意思头嘅喧闹那种喧腾，还没有办法一下子就静下来。然后天黑了之后，霓虹灯亮了，路灯亮嘞，就会有一点疯狂的东西跑出来。啊，到半夜嘅时节啦，就天天的会点青呢，你会哈跳嘛，哈开。啊，到下半夜嘅时节，就是一个夜晚，好像一个进化的过程。到下半夜天天的3、4点的、5点的会天光的，那个时候是最安静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人回到自己最里面，然后最清单纯那一种样貌。还好你最单纯的样貌很棒，很舒服。哈班牙一时间真的是给人一种很宁静、很舒服、很亲近的一种感觉，对不对？韩哥啊，我觉得这一次的专辑《懂用心》这么感觉按哪讲？你看底部有我看不懂的文字，有日文，然后有你的法语，韩国有英文，韩国有哈嘎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按都做一年的按的安排？其实之前做转系的时间啊，就有因为歌词很有汉语下嘛，汉语一天我有啊，汉语个法语，这样子比较可以推广啊。英文的部分是想要把它介绍给一些外国朋友，他没有办法阅读华语的。那之前的惯例是这3种语言，对啊，今年去年啦，做了种新转系的时间，讲的日本就会因为。爱郎啊，给专辑设计啊，我们在文字整个完成，他开始编排的时候，他跟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一张应该会适合推荐给一些日本朋友听。哦，嘿，因为第都有懂得从日本嘅例如说剧场啊，从能剧或者是舞蹈、舞踏或者是文学来的一些典故。有看到像是《深沉》这一首歌，对不对？深沉，我觉得里面米莎玩了很多谐音的部分，所以同他讲一下赏呀条狗尾这个深沉在日文跟客语很用的来做这个谐音的玩法。他个第你客家话讲赏就会本来就按那嘛，赏就按那，用下来就按那嘛，就是深沉这2个字，同样的写法，汉字这2个字在日语。读音叫做拿玛那里，然后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人活生生的变成鬼的那个过渡阶段。好可怕哦！听起来很奇怪，给马蹄给马蹄。因为你刚刚有讲啊，这张专辑很多来自日本的典故，像这个“生成”这2个字是来自能剧，因为加就会做历史的故事在舞台上，但是人死掉了，人变成鬼了，你怎么演？他要戴面具。那人到鬼，像这个对不对？这个面具就是有长角这样子，那个就是变成鬼了。那从人到脚很长的这个鬼，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就会开始长一点点小小的脚，然后脸有一点变形，那个状态就叫拿玛那里，就是深沉。他就是在讲你。上就变做鬼，硬上就变做鬼。啊，2条歌曲底度啊，就共懂得那一种很奇怪的一些社会现象，例如说非常的贪婪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些都很像是弄人家会讲冒充你。所以他们就赏要变成就是深沉的这个阶段了。赏变做鬼，你看这种谐音就非常的有趣。故说底部没搞会懂得，我觉得像是语言啊，还有一些生活上都非常有趣的，算是一种挑战吧，我觉得。这都要当演其实懂后稿啊，就是谐音的这个部分啊，然后其他那一种，你一个意思就是例如说一个词跑出好几个意思来，懂后稿。故说你今日就会来同大家开箱啊，那现在就要来请米莎介绍第一首歌曲，一开始的上夜七时，松鸦气死，它就是一个序曲的感觉，对不对？这个序曲的话，这个序曲难道不是领妈们6点吗？夜渡水，是吗？啊，对，临安6点，临安6点，像松鸦其实是第一首歌了，对不对？那临安6点这一首歌的。2条歌曲很多夜渡水，夜渡水，其实是我过去做专辑的一个惯例，就会踢一条歌曲来一听做一张序曲。那这个序曲通常是从传统曲调，之前我用过平板，还有用过3个字。对啊，从俩还用
亮一口黑肉山沟，因为它更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对，神秘感。然后就用这个传统曲调的旋律重新的填词，然后这个词就是涵盖整张专辑的一个概念。亚吐水就会讲唱上爱吐了无水狗，但是拢点无去拢点压层，然后雾很浓这样子。然后呢，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你哪里都到不了，因为没有风。那时候就懂冲希都跟马改无风带压百慕达三角，在那个雾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个神秘哦，看到一些好像鬼火在闪现，然后会遇到自己的前世黑丝，真的很恐怖。晚上开始就这么恐怖，而且除了亚银啊，还有一首歌叫《中夫》。中夫，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也玩了很多谐音，但是也讲了很多我觉得听起来蛮毛骨悚然，但是米莎却让这首歌的编曲让它是比较有点像是戏谑的、欢乐的感觉去讲这一首歌。中夫其实。还讲俩哈有没有讲懂酷手给歌曲啦，就是很恶搞这样子。对，因为这条歌曲是写人的信仰，但是信仰里面其实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很奇怪，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信。就俺老朋友打嘴鼓给时间讲都讲，俩哈人啊，一从平常时也无信嘛该，也不信佛，也不信神，也不信耶稣，但是。不死嘅世界啦，人快要往生的时候，什么都信，特别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对，就是说，因为俺俩他带领我们嘛，新做给我们啊，这边有个石头山给寺庙，也有很多庙啊，然后又有一个峨眉湖，峨眉湖也有一尊，我们都叫他天线宝宝，头上有3根天线，一尊弥勒佛，就讲。到处都立这么多佛像，好像有一张佛，你就中一张佛的耶。哦，一张佛，哎，你还敢放在佛就是动的意思，对，你就中一张佛，就中一张佛咯。按蛮爱中，到处中之后呢，上就吐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上就吐去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好像不太好哦。对，就是有一点讽刺，有点黑色幽默的歌。对，而且中间还加了一段口白，很有趣的，就是在卖那个生前契约卖得很好，我觉得这个超有趣，我从来没有看过米莎这么搞笑的一面哎，在音乐里面比较逼近。本来的样子，那我们应该所有观众朋友应该很庆幸，可以从这首歌看到另外一个米莎的样貌。好，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要来同大家小结。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又转到福喜来的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刚刚 Andy 上一段节目底度啊，有从米莎的音乐里面偷窥到米莎的另外一面吼，比较顽皮，他冇强用同大家可能对米莎头白的音乐了解到的你是不一样的你。对，那刚刚我们讲是比较热闹的部分，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回到下半夜，比较安静、比较温和的地方。跟有一首歌曲就是在最后一首第5点的时节，第哈呀5点的时节，这首叫做《乌咕咕》。乌咕咕，对，要说歌曲黑嘛个意思啊？为什么会用乌咕咕来当做它的歌名？两条歌其实下个时节啊，就是把它设定成会下本梦，要写梦境。但是呢，就这都讲，直接写那个梦，然后歌词啪这样子就开始。没有那么可爱，所以就加了一个虚词，一个状声词。其实佢就係一張沒有意義的虛詞，但係保密東東嘅人來講，要彈起來唱調誒，唱撲鼓誒，也係唱幾個台，因為今年度後幾年。哦，原來是這樣，這麼剛剛好。而且我覺得在這個時間，就是可能有些人醒了，但是其實外面的世界還是很寧靜。鼓手可能就會彈一都懂都，在大自然的聲音，這個嗚咕咕咕，我覺得米莎的聲音唱起來會真的會讓我覺得好像有一種在凌晨，但是是在大自然的感覺。對，係暗用的一種感覺。鼓手要說嗚咕咕，嘿，我同大家講嘅係，係嘛嘅。它其實講的就是因為愛動好。
台白就会整个人浸在那个文学跟戏剧的世界里。我很喜欢这一种就是有幻想成分的东西。你看，只有第半梦给世界，要一共看科幻片的时候，你可以在天上飞吧？对。然后所有过去发生的事可以重新回到眼前来。不是，半梦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有点像充电，都得按你讲。觉得现在我们白天放电放完了，然后我们透过夜晚整个的疗愈，然后透过做梦，好像重新充满了电，你才有力气再去面对白天那个 crazy 的世界，那个疯狂的世界。有时候两条国会就会讲，半梦给时间啦，时间倒流了，然后时空折叠了，然后你在梦里面。歌词里面有写到说，日时头会安补呀，点点铺给梦。其实夜晚是真实的，白天才是梦。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好想要这样哦。如果白天是梦就好了。大家就跟我们帮梦给时间，我们就有更多的，例如说休息啊、充电啊，然后新的创造。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一种能量的感觉。然后在天亮的那个时候，你从梦境当中慢慢的苏醒过来，然后慢慢的睁开你的眼睛，重新看到新的一天。新的一天。不错啊，亚总哲先生也很特别，弄了很多新的挑战、新的碰撞、新的火花，甚至连录音的方式，阿 Q 莫雅就真的很不可思议。好一个歌手，为什么不进去录音室录音呢？因为亚总哲系列歌曲啊，全部都会爱滴我们，就这个一上演带你上空下嘅嘛。那保面2、6音嘅时间啦，就测到那我们录音就回来山里面录好了。那时候就前面一个朋友，一个空间，底下一个发烧友，喜欢听音响的，我们就借了他的音响 room 来录音。然后我把我的乐手，有的在台南，有的在台北，全部都拉来峨眉，管地闪空，我们那5天就录音，进修录音就对了。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专业的录音室的设备，但是你们却要都底播溜音，那有看到里面摆了棉被，是不是？超啦，因为这是怎么回事啊？胸片，因为我们那基本上是一个大空间，然后我们5个乐手，包括鼓组、包括贝斯、电吉他什么的，对，那多少都会有那个串音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尽量啊，就是尽量做一些隔音，尽量吸音。当然没有办法收得非常干净，但那个反而变成一种特色。那个给皮过啦，加太卡宽都给皮过啦，给你安比啊，水某一个的，暗夜是条皮过要去上班。白天的时候要拿去录音，好有趣哦！而且我觉得那个棉被的被套花色蛮好看的，有一种很传统的感觉，很复古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一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的体验、新的碰撞。韩公给吃豆在这种外面的环境录音，对于像歌手或者是乐手老师来讲，应该也是一种新的体验，或者是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吧？没错，因为乐手们，我们练团其实还是在台南，但是录音的时候，我把他们拉到我创作的环境来，他们感受到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空气。或者说，你呼吸到这里的空气，你喝到这里的水，那你乐手都是很敏锐的，所以外界的环境是什么状态，他们就会进入那个情境，所以他们在演奏这些歌曲的时候，就是更进去。那个山的气息，那个夜晚的气息，对，这个是录音室没有的。哇，这是一种让歌手、乐手都更能够进入这张专辑的氛围，因为这张专辑就会定我们要手猜了下出来耶，对不对？除了米莎有种专辑要同大家来分享，今日米莎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佢哋去年的时间跟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合作的，它是从绘本变成童谣，而且还有跟其他客家歌手来合作，同冇？对，跟一本绘本叫做《微笑老牛》，是甘耀明老师的。对，有冇要在基非洲在同甘耀明老师来合作？去年接到一通电话啦，就係北市客委會就講，
俺哋要给吧，我同甘老师合作做这个绘本还有音乐专辑，同时做同一个故事。那甘老师希望讲，音乐的部分可以邀请盛祥老师啊、思荣老师啊，还有 Misa、Kyung Ha 来参与这样子。那因为甘老师是我的偶像，那二话不说就答应，立刻答应。佢说，你就有机会讲 Kyung Ha 开飞啊，就。甘老师他先把文字的部分做了一些段落，对，那我们每个人选自己有感觉的段落，然后来做曲子。鼓手今日爱来同大家来分享暗夜嘅山耶稣歌曲。各位观众朋友，有唱过暗后堂的儿歌吗？这么有感觉，而且我觉得里面偷偷教了很多客家话的动物的名称，对不对？脸梨，蔓延还记得脸梨黑马街啊，对不对？是穿山甲。穿山甲。对，你看像米莎这么厉害的这个才女，其实老讲给厉害的这个音乐的编曲，这个写歌的这个创作能力，然后给老亚树这么可爱的儿歌就这样编写出来，而且其实在录音的时候，没听没懂的声音呢，小朋友来唱亚树歌曲，它整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每故事没弘扬太家来喜唱哦。那最后，我想请米莎董讲同大家小解一下，用的漳州的米莎最近有什么样的演出啊？观众朋友想要看米莎的话，做的去哪片看？大家做得上 Facebook，然后搜寻米莎，然后一个 X 米莎 Cross 地下河，地下河黑眼给我团嘛，你就做在青岛眼给就有在粉丝页，然后上面都会有一些近期的演出讯息。鼓手大家要好好来支持米莎哦，唐暗后堂的音乐。鼓手今天谢谢米莎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停运通欣赏来做运通了。